也多年来出现的古土戏安尼嘅词哦，安尼嘅状况是在本人感觉过痛心。每日南中13件老街先前没发生过，一对老伯妹过世呢1礼拜，让本人发现的事情。蔡天雄进入家庭而改变，透过大学生社会责任的计划案，伊能同预防医疗特别医教嘅资源结合起来。一方面加强邻里互通，鼓励老人家多出来行行啊。希望防止按采购嘅事情再个发生，同时咩增加也按到学生嘅实际嘅操作经验，按嚟对大家如果好。好，开始。唔该，爱做诶，过100做得冇？对。哦，今天哎，是，还有啊，继续，真的，说玉米啊，走，对。早晨9點，南中嘅老人家陸陸續續來到南中市場嘅2樓，聽到現地預做嘅學生嘅韓國先生向下做運動來練肌力。你喺越多些時間哦，你嘅肌肉哦會越來越少，越來越少的話哦。其實輕微跌倒，老人家哦，乜嘢都唔驚，最驚就跌倒。福建是講老人家最驚嘅就是彎倒，故所訓練肌力比練肌耐力更加重要。遇到狀況嘅時間哦，佢反應會較急。比如講哦，我要跌倒嘅時間，我有力量急去作戰來，唔可以講哦，我點我會跌倒，不過我控制唔對，我說天天就會跌倒嘅。你的目的主要樣嘢，所以講吼，老人家吼，肌力吼，點都比肌耐力還要重要，而練還越有力是越好。不然都像孫內樣嘅聲音嘅保庇的滿手滿人，老人家歡喜嘅做點運動。你說好，轉過來，好，操作到。老人家來到也唔單止有好運動，還會動腦筋。會注意營養師上課題送物嘅，因為等一下到市場嘅就會早點先生豐富嘅來買菜。做運動係真好啊！我家仲係最棒嘅，仲係。歡喜啦！我從一來啊，我要從一來啊。钱，还要付钱。不是，他是买多少？70。对啊。不是啊，对啊，后面有50的。还有那个对，这里刚好。有给营养师看过了吗？我们给營養師看一下。一條睇市場嘅賣菜買係超過50年以上嘅老阿婆，等學生嘅韓國營養師去賣菜，還係乖乖嘅照定營養師書控嘅空間存盤來買顧會到各種營養嘅食材。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说每天就是用一个餐盘，餐盘把它弄成1/4，这1/4来自于我们讲的全谷根茎类，就是五谷根茎。我们希望它在1/4去补充一个肉、鱼、豆、蛋类来做补充。好，那蛋的部分希望能把整颗的蛋黄都能吃掉，补充一些软磷脂，让它们的比较不会有失质的部分。蔬菜我们希望采用一个我们讲红橙黄绿蓝靛紫一个概念，摄取不同蔬菜一个颜色的营养素。再来就是一种补充4/4来自于水果的部分。大家要按用心，就係希望固定一條老人家嘅空間，唔好本幾年按夾老化，唔好等到幾年等到偏痛嘅，冇就係過時呢，爭來關心。我是南莊的媳婦，對，那所以我嫁來之後，然後在我們那條街是13間老街，我們有個鄰居，他算是獨居老人，那他等於說後來在家裡過世1個禮拜，其實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其實給我很大的一個感觸是，其實我發現我周遭其實真的很多老人家，並沒有那麼的熱絡的在往來，對，那所以這個剛好我們學校後來知道教育部有一個大學社會責任的一個計劃案，對，那所以我就想說如果可以這樣子把這樣的一個資源好注入在我們的鄰里之間。我們是大學部的教育部的 USR 計劃，然後它的全名是大學的社會責任。那
它有几个主要的用意，它其实是地方深耕、在地连结，然后还有学生自己本身的实习。那我们希望透过学生进驻到社区驻点深耕之后，然后开始活络地方。下班来拍摄啊，来就根本你可以下你那个 tempo 啊、贡献啊、拉唔拉么，还有那个体奶会跳你，会拉么。入到步道同老人家打嘴鼓，看那几个重点，那个支架，那个洗脸盆它的固定，然后有没有生锈？详细检查步道有拉拱么，浴堂诶有安全么。透過廿八嘅大學生3ปี今年嘅計劃，沒有以前嘅學生嘅有機會直接同老人家接觸。坦白入到醫療機構以後，就做得更加了解，還個體貼本人照顧嘅人嘅需求。同学在学校里面，他学了很多专业知识，可是他没有地方可以去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然后再来，我们在老人议题其实好像一直都不太会是这些大学生会关注的。可是当他们进驻到社区驻点之后，他们实际跟老人产生互动，你会发觉他们对老人的态度跟观念、想法是有改变的。那以后在我们专业的应用上，用在照顾老人，他们其实是会更到位的。最大的改变，我觉得变得比较有耐心，因为我以前就说好啦，不要再念啦，很烦啦，我都知道。可是现在好，我知道，好啦，我会改啦，阿嬷我会改啦。对。里边有26户里面然后老人家面按度比例还蛮高的。你讲黑暗员先讲做的我哋啲那一专服务嘛，对不对？还讲先讲哪里资源，带落来，然后除了我哋市长员以外，还有个配咧像东村啊、西村、南宫村里面开始慢慢的来做嘛，服务老人嘛这件事情。將社區學校和個預防醫療也各方面的資源結合起來，第四種望向良健的希望，對13間開始做起保庇，奶奶的老保庇，安尼古越南中的老人家就做得到，下那主導，下那超前的照顧。